即马疫情警戒虽然对3级降做2级，不过对产业的影响还是无停歇。伫个家己大拿有种兰花的农民讲，外销的成本真悬，也若国内因为疫情真侪活动是拢冻点，是大大影响饲草。即马在地社团举办插花活动，希望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在地产业。社区的时代早时做伙参加插兰花的活动，毋若时代通大家闹白一个，嘛是用行动来支持家己县大拿镇上重要的兰花产业。你看足侪人啊，足赞的啊，敢若看着心情无好啊你。你著过起来吼，水草用迄只，这好甲包迄只，即马佫摕水草安尼理落，再佫理落。家己县农会表示，进前因为疫情活动拢取消，嘛影响到兰花的需求。即马小可解封，煞佫拄到国外航运甲资材成本的提悬，真侪花农拢经营甲真辛苦。种兰花所要用的那个介质是从智利进口的，然后原本大概1颗台币700块5公斤，现在都已经涨到大概1100，所以其实花农都心在淌血了。这个海运啊，这个运费呢都高涨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在这个这么多重的困难之下呢，我们还是希望振兴花卉呢，从小地方小动作，好大家集结力量呢，一起来推。花农指出，除了资材起价，海运的货柜嘛有4000美金起到12000。而且进前因为疫情无法度出货，即马人客是毋敢继续搁订，只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协助这个产业渡过难关。记者林伟霆，家己报道。